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。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冬则温，夏则清，晨则省，昏则定。出必告，反必面。居有常，业无变。是虽小，勿擅为；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；苟私藏，亲心伤。亲所好，力为具；亲所恶，谨为去。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羞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；亲憎我，孝方贤。亲有过，见始更；怡无色，柔无声。谏不入，悦复见。豪气随，踏无怨。骑下马，乘下车，过犹待，百步余。长者立，幼勿坐；长者坐，命乃坐。尊长前，声要低；低不闻，却非宜。进必趋，退必迟。问起对，是勿疑。是诸父，如是父；是诸兄，如是兄。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。习此时，晨必冠。兼漱口，便逆回。折尽手，冠必正；纽必结，袜与履。致谨切，置冠服。有定位，勿乱顿；致污秽，衣贵洁。无贵华，上循分，下称家。对饮食，勿拣择；时适可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；饮酒醉，醉为丑。不从容，立端正；揖生圆，拜恭敬。勿见欲，勿果已；勿积聚，勿摇臂。反接连，勿有声；宽转弯，勿触棱。直须气，如直营；入须室，如有人。事勿忙，忙多错；勿畏难，勿侵略。斗闹场，绝勿进；邪僻事，绝勿问。将入门，问谁存；将上堂，声必扬。人问谁，对以明；吾与我，不分明。用人物，须明求；倘不问，即为偷。借人物，及时还；人借物，有物迁。凡出言，信为先；诈与妄，奚可焉。话说多，不如少；唯其事，勿佞巧。刻薄话，污秽词，是谨器，切戒之。论谓真，勿轻言；谓之地，勿轻传；是非宜，勿轻诺；苟轻
听诺，进退错，凡道字，重且疏，勿急急，勿模糊，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，莫闲管。见人善，即思齐，纵去远，以见机。见人恶，即内省，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立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益有却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无心非，名为错；有心非，名为恶。或能改，归于无。唐掩饰，曾益孤。凡是人，皆须爱。天同覆，地同在。行高者，名自高；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望自大；人所服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；人所能，勿亲子，勿产妇，勿交贫，勿厌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闲，勿事搅；人不安，勿话扰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；急之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得皆见；或不归，道两亏。凡取与，贵分晓；与宜多，取宜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；己不欲，即速已。恩欲报，怨欲忘。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待仆婢，身贵端；虽贵端，慈而宽。是服人，心不然；理服人，方无言。同是人，类不齐；流俗众，仁者稀。果仁者，人多畏，言不讳，色不昧。能亲人，无限好；得日进，过日少。不亲人，无限害；小人进，百事坏。不力行，但学文；常浮华，成何人？但力行，不学文。任己见，昧理真。读书法，有三道：心眼口，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。此谓中，彼勿起。宽为限，谨用功。功夫道，志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。就人问，求确意。房事清，墙壁净。己案洁，笔砚正。墨磨偏，心不端。字不尽，心先病。列典籍，有定处。读看毕，还原处。虽有疾，卷数齐。有缺坏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物事。必聪明，
言，可寻至。